大家好，歡迎收睇全日總結，我係陳偉彤，同大家總結下內地股市同港股今日嘅情況。A 股三大指數全日係反覆微升嘅，一啲內銀股可以回升啦，而中海油就要做淡嘅。見到上證指數收市係微升1點，做3350點；深證成分指數就升9點，做10513點；創業板指數升2點，收報2104點；而滬深300指數就要跌3點嘅，收報3884點。今日恒指輕微低開之後早段跌幅曾經擴大去到超過200點嘅，低位就見過22,980點，而去到10點零鐘嗰陣係可以轉升過嘅，最多都可以升到過百點。今日高位就23,393點，但嚟到下晝個大市情況又要再度轉差，下晝都係冇乜方向感啦，反覆向下嘅。而小米同埋藥明系都有今日表現比較差嘅藍籌，一啲油股表現都係麻麻地。恒指收市就跌4點，做23,202點；國企指數跌5點，收報8,531點；而科指就係可以逆市向上升19點，收報5,426點。大市總成交2,165億幾。今日最強勢藍籌有隻周大福嘅，金價繼續創新高。金色股周大福午後個升幅都可以再擴大去到1成1啦，高位見過9個8毫8嘅，都係挑戰10蚊嘅水平。而公司最近都有人事變動㗎，新嘅 CFO 就喺琴日履新，今日收市可以升超過1成嘅，收報9個8。而今日車股都多消息嘅，首先講下零跑，第一季個交付量好強勁啦，都帶動股價係可以創上市新高。下晝都仲不斷咁試緊啲高位啊，今日高位就見過58個3，係可以升1成半㗎，收市升幅都有挨近1成3，收報57蚊。而龍頭比亞迪花旗就上調咗佢嘅首季純利預測，第一季每架車嘅淨利潤超過9000人民幣，扣除大約5億嘅潛在撥備之後，預計淨利潤就至少有85億，都高過之前預測嘅80億人民幣嘅。H 股目標價就俾688蚊啦，維持買入評級，仍然係首選股嚟嘅。今日就要收市跌超過1%嘅，收報381個4。而花旗嘅次選就會係頭先講過零跑啦，同埋隻吉利。今日吉利表現都唔錯㗎，收市升超過4%，收報17個4。另外，東風集團都再有消息啊！根據美國傳媒報道，話兩間國有企業東風同長安汽車嘅合併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啦。同時都已經向雙方外國嘅合作夥伴係通報有關嘅事宜。整合內地汽車業正將重點係轉向呢個電動車發展。預計合併之後每年嘅產量都有一共500萬架，並計劃係關閉產能過剩嘅一啲車廠，同埋大力發展電動車嘅領域㗎。東風集團股價午後跌幅係要擴大嘅，佢曾經跌超過2%，今日低位見過4個4毫半，收市就跌1%，做4個5毫6。另外睇埋份摩根大通嘅報告啊，就講緊內房行業嘅話，雖然而家挑戰嚴峻，但短期都為投資者係提供咗戰略性機會。估計內房未來幾個月係有上行嘅潛力。而中國樓市最新數據顯示市場惡化緊啦，但可能會係越差越好。點解呢？就因為有機會可以引發當局採取更加強嘅措施。而喺內房板塊當中摩根大通嘅首選就係潤地嘅，同埋華潤萬象生活。今日潤地股價就要跟隨大市偏軟啦，收市跌5仙，收報25個8毫半。而隻華潤萬象生活就可以逆市升超過1%嘅，收報34個9毫半。另外都升咗龍湖同中海物業個評級去到增持嘅，呢兩隻股份今日都係靠穩啦。最後就講埋隻優必選啦，公司就話對公司業務前景係充滿信心，覺得股價未能夠反映集團價值嘅。主席同埋多個高管喺尋日增持啊，並且承諾係會繼續有個增持嘅動作喺度。另外最新都有20台嘅優必選機器人會喺今年上半年喺東風柳汽嘅汽車製造工廠完成部署，係會用嚟整車嘅。今日優必選股價係有支持㗎，曾經升到6%，高位見過86個4毫半，收市升超過半成，收報84個2毫半，可以收復翻條100天線。都同大家跟進住咁多，全日總結都嚟到呢度，聽日再見。